佢好矮，望到就係你啲人嘅腳。高樓大廈個擋你睇唔到，望出就係腳，咁咪畫出嚟隻腳啦。佢真係好直率，佢睇得乜就畫咩出嚟。呢個都好多人啟示就話，呢個細路仔咁嘅角度睇問題咧，就係咁嘅啫。啲人會取笑佢嘅，但佢同真係佢係咁睇，所以每個人睇嘢係好唔同，就係你站位置唔同咧，睇嘢係唔同。呢一個同事，你喺呢個職位，你都睇嘅，可能呢個職位周邊個少少嘅問題。你個主管睇嘅問題闊好多，主管嘅主管睇問題更闊啲，老闆睇嘅問題更闊。咁有時老闆做啲嘢出嚟咧，你覺得有冇人咁做㗎？不可思議嘅。你從你自己角度睇咧，唔應該咁做。但老闆做法唔同喎，全面嘅時候咧，可能佢要放棄小部分。明知做呢樣嘢，呢個小部分就可能受害嘅。但整體嚟講咧，整間公司係特別，你唔能夠樣都得晒㗎嘛。咁佢做一個全面決定話，我咁做咧，長遠嚟講係有好處，但可能要犧牲某啲小地方嘅問題，咁做。咁你啱做就喺嗰個被犧牲嘅部門覺得不可思議，覺得老闆搞有冇搞錯啊？咁糟質我哋啦咁。所以我睇問題嘅時候咧，唔好淨係咁自我睇自己少少嘅問題。你要明白下，你嘅上司、你嘅同事、老闆睇個問題咧，個角度唔同，位置唔同。我呢個細路仔睇嘅就係一隻對腳嘅啫，年紀大啲嘅睇啲高樓大廈，太太門咧睇嘅就窗前嗰啲靚嘢，個睇嘢唔同嘅。你唔能用自己個度咧嚟話啱唔啱？我理工大學我哋一個阿 Roy 係我哋嘅校董會嘅副主席啦。咁啊，我記得我做校長早期嘅時候咧，嗰時阿 Roy 未做，嗰陣我做校長嘅時候咧，好自然咁咧，有好多好嘅政策，認為好嘅政策，我哋校領導、校長點樣傾過之後咧，好，咁就推出嚟執行。但執行過程裏邊咧，發覺咦〜好多問題喎，呢樣又唔掂，嗰個又有好多反對聲音咁。點解會咁嘅咧？咁後來我自己信咗佛，第一次我信佛啦，信佛睇嘢比較，希望我哋多角度睇問題，咁主觀。我諗係喎嗱，我哋睇呢個政策咧，係從校領導嘅層面睇嘅，但係結果啲政策推出嚟，邊個執行㗎啦？唔係校長去教書㗎嘛，係老師教書，老師最前教。接受呢個方案嘅咧係學生，咁反而學生、老師點睇呢個方案咧係更重要，因為佢哋接受者、推行者啊嘛。我哋只係從一個 wishful thinking 一個想法覺得好就提出嚟，咁結果我哋以後再做就咁啦。呢個我一個方案想推出嚟，推行之前咧，我哋就俾教職員嘅代表，又俾學生代表對呢個方案咧諮詢下佢哋有咩意見。希望佢哋好真誠講出佢嘅心聲出嚟，認為邊地方係需要改善嘅等等。收翻嚟之後咧，聽到好多意見啦，有啲覺得係合理，有啲唔合理，唔係全合理。但係我最緊要角度咧就話，佢哋提出意見咧，絕對唔係批評我，校長唔係批評我，係一個客觀對事嘅分析。咁我攞佢意見之後咧，再綜合以前嘅意見整合之後咧，作修改，能夠達到各方面嘅滿足之後咧。都推出嚟咧，我發覺順好多。第一，老師、學生感覺到佢哋嘅意見受到尊重，呢個非常重要，尊重非常重要。第二點咧，因為已經加到佢哋嘅意見裏邊咧，推人方面咧比較自信好多。因為有啲地方我哋疏忽咗嘅，佢哋睇到好流動。咁結果，所以喺做任何事情咧，能夠除咗站喺自己角度睇問題，同時都希望站喺對方角度睇問題。就喺多方面睇個問題嘅時候咧，你對問題嘅認識了解咧比較深啲，你就唔會覺得人哋咧刻意即係整蠱你啊做出嚟，因為佢做嘅時候可能有啲理由。所以有時發覺人哋做啲出嚟咧對你不利，可能佢呢個係最所謂最低嘅破壞啦。佢可以做第二樣嘢對你破壞更大都唔定嘅，但係佢已經選擇咁嘅事嘅時候咧，對公司對你嘅破壞更加少。如果佢唔係咁做咧，個破壞更加大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，我哋希望能夠從一個喺第二個人角度睇問題嘅時候咧，你睇問題更加全面啲，你唔會咁主觀，唔會咁唔開心。
覺得人唔係人哋整蠱嘅，因為我自己睇人有個全面。咁嗰陣時候咧，睇人會開心啲。所以或者我時間差唔多，或者我總結下啦。好多人都話咧，除非自己做自己中意做嘅事咧，如果唔係就好難好嘅成就。你做呢樣嘢根本自己唔中意，未必做嘅，你嘅成就唔會好大。所以我哋開始講就話，你一定要認識自己，揾咗自己嘅興趣、自己嘅特長，做自己做嘅嘢，你成日先大。呢個係大諗法。咁你啲調查話94%以上事業成功人士咧，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佢非常非常熱愛自己嘅工作。如果對自己即係適合自己工作做起上嚟咧，諗下嘅諗嘅話咧，你唔會咁成功。當你做適合自己工作，好投入、好熱愛，即係當好似自己嘅第二個太太咁話咧，咁你真係做嘢投入睇下啦，你先冇乜成功。既然咁嘅時候咧，即係今日我再總結下我7點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7點當中有啲係同阿馬教授相同嗰啲就未必一樣。就係我哋首先要充分咁了解自己，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適合做邊樣工作，認識自己嘅強項、自己嘅能力，做應該可以做嘅嘢。強求係冇用嘅，但係亦都唔需要睇低自己，認識自己緊要。第二咧，緊要就話有個理想。係嘛？有一個比較踏實、有理想嘅夢想。冇啲夢想、理想，你冇一個動力追求啲理想。第三點咧，冇去作啲不需要嘅比較。人與人比就冇需要。如果真係要比嘅話咧，平衡啲比你好嘅要比你差要比，啲心開心啲。第四點咧，就我哋用一種平常心咧嚟睇成敗得失。只要盡力而為睇下咧。盡力而為底下問心無愧做事底下咧，唔係選人哋嘅情況底下做嘢咧，最有算數。得與唔得，成得失已經超乎你嘅能力，咁就係咁嘅。放低佢，做第二樣嘢。咁第五點咧，希望你工作裏邊咧，雖然好繁瑣、好重複，但係裏邊都有啲開心地方嘅。喺嗰度咧揾啲開心地方，鼓勵下自己。咁第六點咧，一定要平衡家庭方面嘅需求。咁先能夠快樂啲。咁啊第7點咧，搞好自己個所謂智商嘅情緒嘅智商啦，即係點面對困難啦。最後一點咧，就係希望能夠站喺人嘅角度睇呢個問題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就會開心快樂好多嘅。咁我相信做到呢啲咧，你嗰個快樂越高。